大家好，今日我哋會用 Arduino 同16:2 LCD 顯示器嚟製作一個經典嘅 Hello World 計時熒幕。首先，我哋將可變電阻同16:2 LCD 顯示器放好，可變電阻三隻腳分別插喺麵包板嘅 A8、A9 同 A10，LCD 顯示器插 A15至 A30，並將 Arduino 嘅5V 同基煙 D 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正負極槽，跟住我哋駁可變電阻嘅線，由 E8 駁一條線去麵包板最側邊嘅負極槽，而 E9 就駁去 E17，最後一隻 E10腳就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正極槽。之後我哋要接駁 LCD 嘅數據線同控制線，由 E15 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負極槽，E16 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正極槽，由 E18 駁去 Arduino 嘅 D13腳位，E19 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負極槽，E20 駁去 Arduino 嘅 D12腳位，跟住駁數據線，將 E25 駁去 Arduino 嘅 D11腳位，E26 駁去 Arduino 嘅 D10腳位，E27 駁去 Arduino 嘅 D9腳位，E28 駁去 Arduino 嘅 D8腳位，E29 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正極槽，E30 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負極槽。好，硬件電路全部駁好晒啦。跟住我哋點擊上面嘅 code，呢段 code 嘅重點係先引入函式庫，並建立一個對應腳位嘅物件。喺 setup 入面，系統會初始化呢個16:2嘅熒幕，並印出 Hello World。而喺 Loop 主程式裏面，系統就會計算時間，喺第二行顯示自開機以來經過咗幾多秒。check 完個 code 冇問題，就可以點擊 Simulate 開始模擬。大家可以見到 LCD 熒幕上面成功顯示出 Hello World 同埋秒數。當我哋去扭動可變電阻嘅時候，仲可以即時調節文字嘅對比度。呢個 LCD 顯示控制就係咁簡單，大家快啲跟住一齊動手做啦！